件件壽司都有睇得有食得，而且款式好多。海膽手卷勁好味，其餘嘅都各有特色。旺角嘅御滿屋晚市時間勁多人，自助區食物多到目不暇給，冷盤、熟食、點心、甜品應有盡有，而且碟碟都新鮮企理。仲有燉湯、小龍蝦等，絕對唔 hea 㗎。飲品櫃裏面多到眼花繚亂啊，總有一款啱你。雪糕櫃內有各種品牌嘅雪糕，數量好多，無限添加。多款甜品生果，多到數唔晒啊！當然唔少得新鮮嘅刺身，無限供應長腳蟹，象拔蚌勁鮮甜，其餘食材都好優質。記得帶返個靚雪糕啊！